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3月11日，传接棒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最后的2个章节23到24。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读这个章节，但是我们却是在这段时间内，今天是做一个结束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祷告 RPG 的金句，是在诗篇103篇17到18节。但上主永远爱惜敬畏他的人，他的公义持续到万代，基于谨守他的约，忠心时遵行他诫命的人。人生是一个现实赛，就是有一个期限的。面对最后的结局，我们觉得是结束吗？还是这是一个无限赛局的高度，我们是要传接棒出去的，进入到新的旅程呢？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说，结束是一个开始，结束是另一个开始。以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人生的结束，我们确实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。约书亚他一直很努力，要以色列的人跟他一样来侍奉耶和华。我们可以看到这2章23、24章，其实他一直在讲最后的讲章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他要再次回想回顾他的生命是专靠耶和华，所以他很希望传接棒出去的是下一代呀。生命的重心不是我努力多少而已，一定要努力，但那个结果我们是专靠耶和华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他也不断的述说他自己怎么决心来跟随，特别是他和他的家，而让他希望以色列的人知道，他们的根源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是神的带领跟预备。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说了4次，这样子的4次宣告要侍奉神。第一次是在约书亚，他宣告在第15节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连续到18节、19、20节、21节、22节、23节、24节，再的宣告他要侍奉耶和华，而且最后还立约，跟这位神来立约。当然这个现实赛也要结束，在约书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甚至于在第32、33节，以利亚撒他是约书亚的祭司，他也离开这世上，整个时代就结束了。而以色列人有没有接住这个棒子呢？我想我们看明天开始的4世纪，我们大概就知道了。但我们来想，今天这23、24节也给我们一个启示，跟好不好我们也来整理一下自己。如果有最后的讲章，我们要讲些什么？我们要对谁讲？才在大概不到1个月前，2月17日早上我的先生钟贤哥在公司跌倒，扶起来又跌倒，坐在椅子上也跌倒，于是就赶快送到台大的急诊室，原来是他的脑血管破裂。而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他要对我说什么吗？是，
他很努力的睁开眼睛，很努力的，但他没有办法说了。其实我想我们可以知道，那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，我真的只能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主啊，救我们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接下来的10天钟贤哥其实是昏迷，而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因为医院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因为如果有消息就是要我们去签，要剖开脑壳，要开刀。感谢神，经过这么多天来许多人的关心带祷，神的怜悯让我们还可以留下我们钟贤哥的生命气息，可以来服侍神。那么我们真的要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。那我们或许会说，钟贤哥倒下来之后，他有传接棒下去吗？目前看起来，他原来所有的这些事务性的东西，他的孩子们易安、易祥、易灵都接住了。甚至于我们觉得最宝贵的，就是我们结婚33年来，我们晚上一起祷告的这段跟神精心的时刻，是我们这段时间不容易的日子里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疗愈的时间。我们因着可以与神相遇相会，可以彼此分享，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传接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书亚传接棒顺利完成吗？我们好不好想想，我要传接棒给谁呢？现在我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有永恒的生命盼望放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的生命里，使我们即便遇到很困难的事情，甚至于世人所说的苦难，我们仍然可以有勇气、有力气，甚至我们可以是喜乐来面对。不是我们比别人强，乃是我们有一位很强的主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一切都是神你的作为，神你的带领跟预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愿这样子的福音能够遍及台湾，甚至这么不平安的世界。愿这世界有主你的爱带来真正的和平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可以活出从神来的力量跟盼望。我们明天见。